用爱心去说诚实话，并尽力将这个关注传达给对方，不管对方的回应，在神的眼中，你已经是成功了。你已经是成功了。这包括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呢，20章第26节到27节呢，保罗所说的，他说：“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，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，罪不在我身上，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。我已经做到我该做的，但是你们没有办法得救，那是你们不是我的问题存在。”这让我们能够明白。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所告诉我们的，你要用爱心去说诚实话的时候呢，其实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第4章29节又告诉我们一个重点在，你要讲造就的人的话，不要讲污秽的话呢，一句不可出口。用这样去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讲到原来用爱心说诚实话呢，是告诉我们第一个，你要用讲造就人的话。第二个，你要去讲之前，你要非常快的听，你要认真的去听，然后你开始讲说用属天的智慧去讲，求神赏赐智慧给我们去讲。里面就告诉我们有16点这么多，你没有办法全部记起来，但是把它内化成为你自己的，你本来就是一直这样子在做的时候，你自然而然就会能够行出来。所以我们结论来看呢，我们靠着神的帮助呢，我们可以学习借由说造就人的话，认真来聆听对方说话，应用智慧的这个3个原则呢，用爱心说诚实话。那我们要常常练习这些技巧呢，并且融入在日常生活的对话中，就将有助于冲突发生的时候的处理。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这样子。我们常常会找一个适当的时间，找一个适当的地点。我们不是用一个高人姿态的方式去面对它，等等，这些每一项都是这样。我们把它应用，常常在我们的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中，到时候自然就能够用出来。所以我们盼望神能够赏赐我们有属天的智慧呢，给大家，使我们能够知道如何能够温柔来挽回对方。在我们的小组里面呢，我们要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：说用爱心说诚实话的3个这个原则中间，你最需要操练的是哪一个？说造就人的话呢，还是你没有办法聆听对方，快的听呢？还是你需要有属天的智慧呢？我们盼望能够分享，然后拿出来带导。认真聆听也是属于用爱心说诚实话，你做的如何？你能够把它连接在一起吗？爱心说诚实话不是我在讲吗？怎么变成我还要听呢？当然要听啊！你没有听，你怎么能够说出正确的、对对方有帮助的？爱心说诚实话，最后结果是因为对对方有益处。我们要把握住这种重点。16种有智慧的沟通，你最缺乏的是哪一项？请主耶能够一起带导，求神施下属天的智慧来帮助你。愿神祝福你。我们盼望每个人在和平使者的操练中间，都真正能够得到神的帮助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在属灵，在成为和平使者的灵命操练中间，我们已经进展到如何让对方能够知道他在冲突中间该负的责任。我们必须要怎样子来指出？神你告诉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，但是爱心说诚实话，并不是照我们随心所欲来讲，乃是要不可有污秽的言语一句，不可有污秽的言语出口，而且只能说随时能够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因为要叫对方得到益处。求神你帮助我们，在爱心说诚实话，让对方能够明白他该负的责任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做的，让对方也得到益处。特别要将神你的恩典、你的赦免的恩典，来让对方能够明白，我们就能够将这个冲突和好，能够很顺利的能够来解决。求神帮助我们。现在我们感恩祈求，这时候我们要再次来学习主耶稣，你告诉我们新的诫命是这样说：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2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
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阿们。